然未出现丝毫愿想。他想，现在我的确不能成就，于是下山。看到路边一座高耸入云的大石山前，有一人正在用羽毛沾水后不是那块岩石。他问：“你在做什么？”那人回答：“这座石山太高了，我自己的房子在这座石山的西面，阳光不能照在上面，所以我准备将此山铺尽。”无着菩萨心里又如前一样想了之后，再一次返回原处去，又修持了3年，那就是现在已经是第9年了嘛，对不对？但也是在整个的修持的过程当中有那么的精进那么但是也是到9年还是没有真正的效果，还是没有出来，也没有出现，所以他又心灰意冷的想，现在无论如何也无法成就，便又下山了。途中看到路边有一条无主残废的母狗，整个下山弥漫着许多小虫，仍然还在对别人生嗔恨心，提起上身疯狂乱叫，拖着下身前来咬人。无着菩萨对他升起了难以忍受的强烈大悲心，他割下自己身体的肉施给那条狗，接着想要清除狗下身的小虫，心想如果用手去抓，可能会捏死小虫，应当用舌头舔去这些小虫。但是因为狗的整个身体已腐烂，脓汁充满，眼睁睁地看着是不忍舔的，于是他闭上双目，伸出舌头，结果舌头没有接触到狗身，反而触到地面。他睁开双眼一看，母狗不见了，而至尊弥勒菩萨金刚灿灿地出现在面前。无着菩萨说：“你的大悲心实在微弱，一直也不现尊严。”弥勒菩萨说：“不是我不向你露面，实际上我与你从未分离过，所以呢，实际上就是有非常深的因缘跟缘分，所以从来没有都分离过。但是呢，因为就是在他自己的业力，所谓的业力这些来说的，那当然我们就讲到很多的这个业障嘛，所以任何一个人不是说是只是他是一个修行人，就过去一点业力都没有，所以就这种想法也是有不对的，所以呢，他的业力就没有办法在真正的看到的。那么这个层面上，我们平常都看不到佛菩萨，并不是说佛菩萨没有在我们的面前，是我们自己的业力，我们自己的业障遮住了我们真正的智慧的眼，所以呢没有办法看到。所以我们就有的时候就想我就是某某菩萨某某本尊，我修了很长时间没有什么感应，我就后来就放弃了，这种人是很多嘛。那我们就是平常在经中里面那么就是一开始我就一直修入度母后来就放弃了我一开始很喜欢观音菩萨，后来好像不怎么样就放弃了。那不怎么样是他说的不怎么样，是观音菩萨还是自己不知道，反正就是这个样子，都是放弃的原因是肯定是业力。那今天放弃一个上师也好，放弃一个本尊也好，放弃整个的这个修持佛法，全部都是主要是业力的产生，所以就意思就是你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往善的方面走，所以就是继续没有办法往上
那么只能是开始往下。所以这个呢，就是只是自己的业力并不是佛菩萨不慈悲，是自己的业力不够清净。只是因为你罪障深重，没有看见我，后来你经过12年的修行，罪业稍稍减轻了，但也只看到这条母狗。现在由于你升起了大悲心，因此业障无语清净了，便真正地见到了我。你若不相信，就将我扛在肩上，让众人看于是。无着菩萨将弥勒菩萨扛在，这是左还是右右肩上，来到集市上。他问人们，我的肩上有什么呢？那些人说，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位罪障稍微清净的老妇人说，你的肩上有一具腐烂的狗尸。之后护主弥勒菩萨将无著菩萨带到了都善坛，为他讲述了这是无论等圣法。他返回人间，开始弘扬大乘佛法。重点就是慈悲心。他升起了大的慈悲心，就是突然就可以看见了那个弥勒菩萨，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呢，这个里面呢，就是要讲这个故事的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所有的修行当中呢，就是慈悲心慈心跟悲心是最重要的。那么慈悲心的对境我们就知道不然我们平常的慈悲是所有的人都有慈悲，所有的动物都是有慈悲心。那么慈悲心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为什么说所有的动物都有慈悲心？因为他们的慈悲呢，就是有分别心的，只是自己的小孩或者是自己的亲朋好友，连那些肉食动物也是为自己的小孩是会有慈悲心的。那么这个是不是慈悲？当然是慈悲，父母对小孩的慈悲就是慈悲。但是这些慈悲呢不够，我们是修行大乘佛教的慈悲呢，就是为所有一切众生的。那前面无著菩萨看到那个身体一半的身体腐烂的那个母狗的时候呢，他为什么庆幸他自己切身上的肉要给他？这个呢，就是前面他的故事里面会有，因为那个母狗呢，为了对着他，然后很生气的，就是呼叫，然后叫着，就相当于就是来咬那个无著菩萨。那个时候他就想，众生的嗔恨就是这样的，看他的身体腐烂到这个样子，已经他可怜到这样，但也是他的嗔恨心是那么严重。然后他知道那个母狗就是不会咬伤他，但是他想要就是帮助他，从他的身上的这个虫都是一个一个的清下来，但是母狗呢很生气的，很嗔恨的对着他叫，然后就不让他动的时候，他就是切下来自己身体上的肉给他的时候，狗就吃到肉，就好像就停下来，他才有机会可以去他的身上的肉可以摘下来。因为我们一般就是帮一个这种受伤的一个动物，我们去直接可以碰它的伤口，那肯定就是他也不愿意嘛，对不对？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他就升起了非常大的慈悲心，一切都是为了他而升起的慈悲心，没有一点的为他自己的，为我自己的。所以这种的慈悲心是真正的慈悲心，是菩提心的基础。所以我们就是要今天发菩提心的时候，我们在学习的这个慈悲喜舍无量四无量心的这个过程里面呢，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慈悲的功德是有多大的。所以宝智仁波切把这个故事讲到这个里面，的原因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今天学到的这个也是必须得要起到作用。所以清净罪业再没有比大悲心更殊胜的法，并且大悲心是
自相续中升起不共菩提心的无导之因，因此应以众多方面精勤修大悲心。所谓的修大悲心，应如断臂母亲之子被水冲走一样。这也又是一个故事的开始，一个比对的一个故事的开始。如果一位没有手臂的母亲的儿子被水冲走，那么他会对儿子升起无法堪忍的强烈悲悯之心，心想自己没有手，不能从水中救出儿子，现在该怎么办呢？心中唯一考虑救脱儿子的办法，内心充满无法忍受的痛苦，一边痛苦，一边到处奔跑。同样，观想三界中的一切众生被痛苦的河流冲走，沉溺于轮回的大海之中，对此升起了难以堪忍的大悲心。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就是相当就是自己就是可以对自己如果是一个没有手的2个手都没有的一个母亲，然后呢你的小孩被水冲走了，那如果是你有手的情况下你可以救，但是旁边也没有其他的人可以救的情况下，你心里会有多么的痛苦，而且怎么会去做什么动作那么这样去想，那如果是这个换回来，那我们现在就是跟这个没有手臂的母亲是一模一样的。那我们的很多的儿子，很多的小孩也是一样的，就是被轮回的苦海当中一直就是卷下去的，冲下去的。那我们没有任何能力可以救度他们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就像前面中段把的那个弟子，那个康隆巴为什么就是蒙着自己的头一直痛苦？他有达到了为众生的，就相当就是如同那个没有手臂的母亲，他的前面他的小孩子被水冲走了一样的这种的感受，他就知道所有一切的众生在轮回的苦海当中一直不断的继续冲下去，没有可以救上来的这种忧地的时候呢，他就心里就是非常的痛苦啊。那我们的那个慈悲心，为一切众生的慈悲心也是要有能可以做到这样，才是真正的正确的一个修持方法嘛。但是我没有能力将他们从痛苦中解救出来，现在该怎么办呢？应当诚心祈祷上师三宝，并修持大悲心。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大悲心的这个殊胜之处所以这个方面来说，刚是今天知道没有用，因为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够可以学习到的机会是很少，但是学习到的每一个词呢，长期使用才是最重要。没有长期使用的情况下，那每天到晚听也没有用，而且是每天到晚要听重复的听，这个的机会也比较少。当然如果是一个很努力的一个修行人来说的话，那么现在在网络上，刚是听网络上的课都已经都是知识是已经是不缺的，但是这也是一种因缘，各个方面自己如果是有兴趣的方面以外呢，就是帮助就是并不大的。尤其是只是听一听，今天从一点都不去实修的情况下，一直听的话，就到最后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变成就是相当已经听习惯了，所以就是没有办法再真正的能够可以在感受到任何的这种道理的力量。那如果是真正的去实修的情况下，那就会达到真正的效果。所以这个方面来说到就非常重要。本身我们在这个修大悲心、修慈悲心的时候呢，就对象是所有一切众生，
但是我们修持的过程呢，就是要对象必须得要目标锁定在一个最清楚的地方，那相当就是在对自己的老母亲，或者是自己的父亲，或者是自己最珍爱的人等等，这些呢就是作为一个主要的这个目标然后呢就是这个方面来说的，那就可以再扩大范围，慢慢根据自己的这个内心的这种慈悲心的成长，慈悲的成长，然后就是在慢慢的扩大范围，不然呢就一开始就想一切众生，那一切众生就是地狱中的众生、恶鬼中的众生、畜生道的众生，都是很痛苦。但是呢，这些的痛苦我自己感受不到的情况下，那就比较没有办法可以直接就产生这种感觉。那如果是真正要产生感觉的方法，就是目标先锁定一个自己最亲的人，或者是看到在这个世界上，或者是在哪里自己的眼前最痛苦的这个众生。那么有这些的情况下，或者是自己的环境里面有非常你觉得非常痛苦的众生的话，作为他是主要的目标来可以修。然后呢，扩大范围怎么去扩大呢？在自己所在的区域当中的一些每天杀生的这些地方的被杀的那些众生，可以去为他们考虑，为他们去想。那今天然后就想，今天如果是杀的那些众生，其中的那个是我自己的这一世的母亲的话，那我怎么去救她，怎么办，怎么去想等等，这样去各种各样的角度去想，这样的话就才会有帮助的。那么这个方面来说呢，也是一定要有能够可以，第一个呢就是想要救度所有一切众生的一个想法，然后救度所有一切的众生的方法，怎么去救度，能够我可以救度的话呢，我就多好有这种的一种祈愿等各种各样都是必须得要具备有目的性的然后没有目的性的，只是说发菩提心，这样也是不够的，一定要有目的性，而且是要有实际性的实际性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就把这个目标锁定在自己的母亲或者是自己的亲人等等，这样用实际能够可以相得到的小的范围来去灌修，这样才是最有用的。那好，那今天我们就讲课就到此圆满了，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做回向救我，天堂来叫声救。